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21个本土病例，也有4个带病入境，不过今仔日是无死亡病例。那讲到嘉义县的部分，今仔日一声逼出9个病例出来，是一站工作场所的群组感染。这内面有一个人捌去北部甲人聚会，恐惊是感染源。那讲到咱国内疫苗注射率已经有超过31%咯，大约有780万人次注过疫苗啊。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礼拜五30新增加21个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嘉义县9例上济，国内是台北市7例、新北市4例、高雄市1例，无新增加死亡病例，已经连续3天无死亡个案。本土的病例21例，居隔阳性有8例。那这里面大概还有我们是有2例的关联不明，那1例疫调中。指挥中心表示，嘉义县病例数字是因为某一个工作场烧位，累计已经有11个人感染到。上早确诊的指标个案是按15743，后来对伊的工作场人员进行采检，后续发现有7个同事，也甲2个感染个案的家属确诊，其中有40多岁男性也未有暗号，因为抗体检测是阳性，也有北部旅游史，按算应该都是感染源。从它的一个抗体的阳性跟相对的 CT 值相对的比较高，那研判起来有可能是从它这里过来的。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这礼拜境外移入个案当中，病毒基因定序结果，拢总验出7个 Delta 印度变异株，也加1个 Alpha 英国变异株。其中一个40多岁男性，捌伫美国注过2剂 BNT 疫苗，回来台湾了后，也是阳性确诊。他在美国期间是在6月8号跟6月30号都分别有接种过1剂的 BNT 的疫苗。那所以入境的时候，我们采检还是有发现这个 CT 值26的一个 PCR 阳性的一个情形。经过统计，目前国内累计有42例 Delta 印度变异株，其中30例是境外，12例是本土，拢甲屏东群组有关。若是伫疫苗注射这一部分，929为止，累计已经有782万6000多人完成注射，疫苗注射率是31.86%，接触人口比是33.32%。但是中坦白讲，即马有疫苗都还赶紧注，未来确实有疫苗将会较安的情形。另外，对于想要注莫德纳的民众，现阶段是敢若规划互爱注第2剂的人先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嘉义地区已经有40几天无出现病例啊，不过伫昨下晡嘉义市宣布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这个病例伊上班的所在是伫咧嘉义县的水上。透过嘉义县卫生局的调查，佫找出9个体检阳性个案。县政府也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到8月初6会提升防疫管制措施，另外会去设5个体检站，也呼吁民众若去过这个确诊者所行搭过所在，或者是出现症头的，就要赶紧来做体检。一位住伫嘉义市、伫嘉义县水上乡工厂上班的男子，去病院照胃镜，体检的时阵发现确诊，消毒人员赶紧叫伊的脚趾展开清洁消毒。7月28号到医院做快筛，才确认是阳性的时候，我们进一步再做 PCR 的检验，那在确认为阳性之后，马上收治到嘉义市的专责医院。嘉义县卫生局对这间工厂的人做体检，其中有7个人确诊，而且因为家庭传染，佮拖后2个人。卫生局表示，看病毒的数量，判断是拄开始的传染。这些疫调发病者的日期，包括所有的 PCR 检测的数值来做研判。这个案子应该是刚刚开始的感染事件，所以一开始就被我们发现跟掌握。那我想请大家不要过度恐慌。嘉义县卫生局表示，工厂的疫调有找到1名员工有抗体的反应，伊嘛有台北万华地区的接触史，判断可能是感染源。嘛呼吁民众若是脚趾顶塔，拢会当利用体检站做检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湘北部分，今仔日有增加11个本土病例。另外，本地台北市伫今仔日就要宣布后礼拜开放餐厅用餐。不过，甲新北市讨论过后，决定后礼拜一看情形，才要来做会宣布。另外，市长郭文迪表示，会伫放假做核清学的检查，目前也已经得到 CDC 的同意，预备找出隐状感染源。湘北疫情继续是个位数，台北市新增加7例，新北市4例，因讲拢是伫特殊隔离期间确诊的。原本台北市30下晡就要宣布8月初3的开放餐厅内底来用，不过市长郭文铁讲，湘北步调爱同款，所以讲甲新北市长侯友宜讨论了后，决定下礼拜一到店宣布。
但是我知道新北现在就是还是很担心嘛，所以我也觉得慢几天不要紧了，反正这个我已经停2个半月了，你知道，慢个2、3天无所谓。礼拜天我们就把这个礼拜天跟上个礼拜天整个1个礼拜做一个比较分析以后，我们再来对外来做说明跟宣布。台北市也公布国小课后照顾班、课外社团这的校内活动，对8月初9开始开放办理，以静态为主，每班上最20人，以半天为原则。展览场馆加表演场馆有条件开放民众入场。郭文天讲，拍算伫艋舺区做迄清学的检查，查出污素。那我们有完整的实验计划，那已经在7月22号拿到这个 CDC 的同意，现在在进行那个人体试验委员会的审查。另外公布好心肝调查报告，其实因为无公布注射名单，也有黄珊珊的朋友变的身份引发争议。对此政府处回应，因为变毋是关键人物。另外郭文铁也替讨疫苗的国家如来讲话，认为这是台北市政府家己的行政问题。我本人从来没有指示卫生局提供给好心肝任何疫苗，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另外，新北市团出2间病院开放，予无登记的民众注射疫苗，比即期又阁是特权来注射。新北市副市长刘和廉表示，这是50岁以上民众毋知影免怎有药，交由里长协助来安排，无插队的问题。呼吁中央应该承认疫苗不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风甲过对流分系影响，伫桃园龟山下晡落一阵大水雨，所以因为落了伤过猛，所出现淹水情形。若讲到台南伫地势较低所在也有淹水，好佳在无出现灾情。气象局表示讲，伫拜六礼拜时阵，西南风会增强至西南气流，特别是南部地区，就要注意大水雨所造成的灾情。车经过水喷甲正悬，桃园市龟山区下晡向的强港河造成文明路、甲文德寺路口、桃园机场捷运下班中京便衣站前的复兴1路甲文化1路口淹水，雨势急过猛，还有部分的所在淹水有60公分悬。警方由防锁线引导车辆避开淹水的路段，目前大水已经小可退去。另外，台南市早起也出现强降雨，未少买菜民众白虎赶转去全部密伫的平卡闪雨，市区几啊个较低所在也出现积水。若落雨一定淹的小东路地下道也积水，工程人员无用清除树叶啊，互积水延消退。气象局表示，受西南风影响，甲中昼过后对流发展旺盛，较有低延时强降雨。花莲县山区甲新北市恒春半岛也有局部大雨大水雨。南部、东部、东南部、台北、桃园、新竹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虽然午后雷阵雨的状况趋缓了，不过南部地区还是持续有一些一波一波的降雨出现。那甚至到了明天，随着台湾附近的西南风明显的增强，清晨以及到上午，南部地区的降雨趋势是明显增多的。气象局预估，礼拜六、礼拜日2天西南风增强为西南气流，各地游园较有低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强权有大雨大水雨，尤其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水雨等级以上。到下礼拜日，部分模式显示台湾附近西南风依然增强，部分模式显示西南风有减弱的现象。综合研判，8月初至到初5，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之下，这方面中南部水汽较济，北部有短暂阵雨、雷雨，民众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日本的疫情是拖甲真紧，29日天病例数就超过1万人，东京、新来川拢是破纪录的。专家也预测讲，到8月底，加拿东京的确诊人数一天就可能超过1万人。反对奥运的团体拢把问题算伫咧奥运头壳顶，众人走去首相的官舍抗议，要求因就要取消奥运。夹着抗议票语反对奥运的民众，组织伫日本首相官邸头前，要求停办奥运。日本疫情拖真紧，29全国增加10699个确诊病例，东京、新内川嘛分别有3865个人，甲1164个人确诊，拢创下一天确诊的新冠纪录。专家预估到8月底，敢若是东京每一天确诊人数都有可能超过1万人。最后反对奥运的团体认为是办奥运才互疫情拖这么紧。
今、3000人超えるそのコロナの感染者が出ている中で今オリンピックが行われています。でこれについて、日本で最高責任者である、菅総理大臣に対してもうこのオリンピックやめてくれと。虽然当家宣布进入经济状态，不过因为无经济效果，加上疫苗注射比例只有21%，在22到25 4天连续假期之下，民众外出甲自餐增加真济。甲伫奥运选手村的相关人员不准甲外界接触，超过8成选手甲工作人员拢已经注疫苗，佮逐工体检。和奥运办到即马已经完成超过27万届的体检。选手村内底甲外口的防疫政策，因公司差真济。何回も出てるからだんだんみんなの意識も薄れてってるというかもうちょっとずつ緊急事態宣言っていうものをあんまり重く考えなくなってき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それで最近もコロナとかの人とかが増えてるみたいなので。根据数据分析公司阿谷统计，日本发布第1届甲第4届经济状态表后，国内人潮减少的比例为80%降到37%，因看出当家民众已经出现防疫疲劳。真济居酒屋虽然互限制禁止销售酒精饮料，却为着救生用其他活动吸引人客来消费，也是根本无咧管规定照常卖酒。即马在着全国疫情严重，日本中央要为8月7日开始，和大阪、千叶、新内川甲基玉嘛进入经济状态，毋望会当控制疫情退烧的速度。国际新闻台上朋友。为着要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以色列政府是到宣布会甲60岁以上，而且已经注过2档疫苗的民众，搁再注1档辉瑞疫苗。以色列变作是全世界头一个甲民众注3档疫苗的国家。全世界疫苗注射率上悬的以色列总理巴奈特伫咧29宣布，自8月7日开始，会开始对60岁以上的民众追加注第3剂的辉瑞有风险，是全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对公民注第3剂加强疫苗的国家。The decision was based on considerable research and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rise in risk of the Delta variant wave. Israel has already vaccinated 2,000 immunosuppressed people with a third dose with no severe adverse events. And now we're rolling out a national third dose campaign. 根据 BBC 报道，照伫咧5个月前注过第2剂有风险，而且超过60岁民众，就当注加强的第3剂有风险。以色列新冠有风险注射率伫咧全世界拢是领先。真侪老大人伫咧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就已經注過有風險。目前以色列人口930萬，內邊有超過57%已經完整注過有風險。I'm very happy they decided to make the third shot. I made the last one, the second one in January, and I hope to do it next week. Personally, I'm not in a hurry. I want to see really if there's a good reason for people in good health to get a third shot. 以色列大部分人拢是做辉瑞有风险，因一开始就甲辉瑞达成协议，用注射数据来换出有效的疫苗。原本透过大量注有风险，有效控制疫情，但过自6月开始，Delta变种病毒入侵，造成疫情搁再拖开，也互以色列政府重新增加有风险注射率，同时通过12岁到18岁青少年注有风险。不过 WHO 伫进前讲，目前是也无证据显示需要注第3剂有风险，并且希望富裕国家甲疫苗分互较散切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美国各州北边甲路西亚野火到当时也未拍花。另外，伫土耳其、黎巴嫩这2个国家，同款是受到野火吞踏，灾情是真严重。土耳其瓦近爱琴海甲地中海地区，这个礼拜受到野火摧残，拢总17个省，超过60个地点互大火包围。当局派出几落千个消防人员伫灾区拍火。甲29为止，传出有3个人不幸死亡，超过100多人受伤。热门的旅游地点安塔利亚东方有4位伫28原来陷入火海，当局怀疑是人为放火。目前刚开始调查。滨海度假城市马纳夫加特的天顶，因为大火变做感觉红色，街路也去大火烧着，居民进退两难，车等的逃走的景象伫社区媒体一直传。
若是黎巴嫩北部挖近叙利亚隔界的地区，29往那传出致命性的野火，有一个志愿加入拍火的15岁少年不幸死亡，阁有8人受伤送医。当局是讲有派出25台消防车，也甲4台空军直升机以及兵力伫火场拍火，不过效果有限，火还阁继续向东边烧炭，北部山区大片森林拢陷入火海。美国加州北部13烧起来的迪克斯大火已经烧毁221504英亩的林地，也是无停止的迹象。美西地区今年野火季，伫破纪录高温的帮助下，灾情比以往更较严重。这几礼拜已经夺走几落百条人命。若是俄罗斯萨哈共和国的野火，也是同款的景象。敢若靠消防加紧急救援单位，根本就无法度阻挡火势。当地几落百的居民工课放掉，赶紧斗拍火。南半球巴西上南边的南里约格兰德州，200落62年来罕见的大雪，厝、汽车、马路砍一因白雪。这个景象对于当地人来讲实在罕见，不少人走来记录，用手机把这个事件规个记录落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大学指考到今仔日是第3天，今仔日是考社会科。大考中心表示讲，下晡最后一科公民启用11间备用试场，隔离试场是移至2间，防疫试场有使用6间。这3间考试大约有70件违规，拢是手机无关机。然后将近1个月，大学指考伫30下晡结束，学生剃雨伞、喙安面罩拢挂好，离开考场要彻底放轻松。在家好好休息，本来该有的都已经没了，这样。对啊，但疫情也没办法。去东区晃晃嘛，对，然后再去按摩。第3天是以社会组为主的历史地理甲公民，以历史科来看，高中老师分析是属于中高鉴别度，重视阅读、理解甲分析，卡出只考单纯记忆真歹摕高分。地理科图表题占53.68%，难度拄好，用学生活情景，比如台湾欠水甲电动车发展。另外，公民科考题伫公民素养，抑阁未少的知识分析，都连喙安防疫自信这议题拢考出来。公民社会这一节，防疫市场开启六间，比地理考科少1间。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选考科目的不同。隔离市场仍然是维持2间，考试3间到目前为止，统计有关手机违规，目前所接到回报的讯息是70件。大考中心指出，伫防疫甲隔离考场以外，启用11间备用考试场，提供予身心障碍或者是突发伤病考生。考试违规事项，第一天19件，第4天41件，第3天历史地理有10件手机无完全关机的回报。伫今年指考结束了后，111学年开始，要改做学科能力测验甲分科测验。目前规划伫9月办理学测示范考试，要予高三学生熟悉新的地形。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到国内经济，目前行政院有伫规划振兴5倍券以外，金门县政府是走大省，宣布要分做2阶段，发3000块的现金加3000块的振兴券。另外，桃园市要推出200块的好市券。疫情持续滚价，爽转经济。金门县政府大省宣布，要分2阶段发3000块现金的纾困，加3000块的振兴券，加上进前中介收入户相关的纾困，按算总预算是9亿左右。换句话说，每位乡亲实际上可以获得政府的挹注有6000元，针对性的来让乡亲不管是在纾困的救急，还是在振兴的带动景气，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除了发钱，他也要考虑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去推动到这个振兴，不然就可能就存起来啦，那就不一定有振兴到经济。虽然桃园市议会顶一日通过每一个市民发5000块的纾困金，不过市长陈文灿讲无够预算通好执行。市府推动200块的好市券，5月份登记完成，8月初2抽口啊，抽到的人会当去爱榜领券，就会当去指定的市场或者是夜市的消费。我们预定发行25000份，执行顺利，我们会扩到第2波、第3波，而且使用的范围会再扩大。你一个人200块，我们说句不好听的，200块，我们现在买东西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即卖疫情有较缓和，
行政院已经初步规划要发进行5倍券，不过内力的立委表示，疫情冲击社会程度是比去年加真严重，嘛呼吁中央以免摕现金换进行券的目标来发放。而且去年针对无共产业发的各种类型的券，今年嘛应该延续甲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咧前几天替高中以下教职人员注疫苗，今仔日是轮到放假地区的补习班业者来做。市长关文哲嘛宣布讲，国小休热期间的活动，对8月初9开始会当带条件开放。毕秋护理师消毒注疫苗，台北市前几天替高中以下的教职人员注疫苗，37天轮到补教业者，不过是省委放假地区开始做，总共226人。别位的补习班就要听后安排。对，我们对小孩子的话，我们也比较安心这样子。对家长来讲，家长比较放心把小孩交给我们。对，我们整个公司里面，我跟我主任是前2个，其他都没有打到，都还在排，都还在等，都还没有到。教育局表示，补习班注疫苗的名单拢是按照补习班和教育局的名册落去排的，37天就会专属资料。无注到的业者就要看数落来安排，也是家己就疫苗登记表台去登记。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国小休热期间若要办社团活动等等，8月初9开始会使有条件开放。课后照顾服务班、学艺班。学习辅助还有课外社团，不过主要以静态的为主哦，那以校内学生为限哦，每班最多20人。郭文哲表示，老师以注疫苗了后，满14天优先，若是还未注疫苗，就要有7天以内体检阴性证明。为着避免食饭会有传染风险，这活动以8天为原则，若是还有食饭的需求，就采用分开底掺鸭仔，而且座位爱用隔板分开。记者郭北坤、郑派文台北报道。高雄伫今仔日又再增加1个人确诊了，是因为民众去旅馆甲朋友聚会，即马当中已经有4个人来确诊了。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要求民众若准无必要就莫聚会。高雄警方是连续3天去稽查旅馆，处底违规的群组。警方嘛伫咧路地一间人家厝内面查到8个民众伫咧食酒，当场也甲因开罚单。麻烦铁门拍开诶！警察来到路德中山路这间民家厝，因为厝边检举才吵吵闹闹。现场厝主讲，伊甲朋友拢总5个人咧开讲，毋过行到后壁，却发现搁密3个人。警察马上开单罚6万。恁家阮孙路拢来过2次，甲恁讲啊，讲莫搁安尼，莫搁考试着人家啦。即马高雄严格禁止无必要的聚会，因为这几天出现4人确诊，发现有人小连续伫4间旅馆甲北部的朋友聚会见面，所以警方2到暗时就出动各分局到摩铁路、民宿甲旅馆，拢总稽查197间，看敢有违规群组。超过50人，迄个规定啦，就是讲内底嘛袂当所谓的那一种违规的群聚，好比讲到头拄仔我咧讲的迄个毒品轰趴这种是属于违规的。南来北往的这种这个感染的几率还是有，不是没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室内的聚会，那假如有不必要的这个南北的移动所带来的这个感染的风险，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做一些限制。虽望无查到违规，警方要是希望，若是民众聚会，业者会当主动通报，若无就会处罚。市长陈其迈嘛呼吁民众减少无必要的聚会。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讲到台铁有架日本杯 EMU3000型的列车，头一批伫今仔早起已经送到花莲港路。交通部表示讲，年底进前若准完成测试了后，上紧伫明年就有11台新型的列车投入东部营运。花莲港工作人员将 EMU3000列车车头为火船船舱吊起了后，慢慢放落码头。交通部是邀请立法委员加日本等代表，利用弹幕点眼机会仪式来凸显着台日友好。它是一个安全节能的车种列车驾驶的管理控制系统也采用了最新的碳化系的模组来作为整流器台铁这届甲日本入力公司购买50列 EMU3000列车，头一批3列伫今年底完成测试，明年春节试运前会阁投入2列营运，3月甲6月会阁分别投入2列甲4列，拢总是11列优先投入东部来营运。这11列先进来的，交通部全部优先把它投入花东的输运，投进来以后，对于花东可以增加14%，到未来就说所有的50列进来以后，在我们花东是可以增加到40%的运量。暗
过立法委员鲍坤基是要求交通部，各位列车的时阵，交通部嘛必须赶紧改善铁路的安全。402这么重大的惨案之后，我们的感应器的规划边坡，既然花莲段要到明年下半年才要做，部长，这段时间再有意外，有谁要负责？交通部表示，这届无各位倾斜式列车，就是要针对东部的铁路进行20多位截弯处理工程，包括着区域半径、铁基路的山坪、铁基路政策，拢要做伙解决，才当互东部的铁路更较安全快速。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去年推动青年创业贷款，其中经济部办理的金额是100万以下，政府会补贴5年的利息。却因为来申请的人伤过济，本地是想要来执行4年，竟然无到1年的时间就甲预算开了啊，要提早伫8月初来结束。着立委呼吁政府讲，对这少年人的政策是袂当着跳票的。行政院对去年8月启动600亿的青年创业贷款方案，其中额度100万以下，政府会补贴真高档的利息，因为条件优惠，真侪人抢要办，互原底4档的计划，还未1档利息补贴的预算就开了啊！即阵佫传出计划，要提早伫8月初2就结束。减去贷款利息补贴，无疑是重创青年创业意愿的一个决定。创业已经很辛苦了，那如果还要被钱追着跑，这会让许多创业家因此而却步。原本要申请贷款的林小姐就认为，拄着疫情，青年佫较需要政府的帮忙。几若位民进党立委嘛伫会中批评经济部当初思考无周全，即马佫较爱想办法做满4档的优惠补贴，对青年的承诺袂当跳票。青年贷款持续办，而且100万以下10成保证，这个都是陆续继续办。利息补贴这一部分，如果有适当的裁员，然后行政部门有做了政策决定之后，也会对外公开。经济部指出，主要是利息补贴钱无够，未来敢要先想惊，搁再回头执行，搁咧讨论。立委区志伟是表示，自计划到当有28000挂人来申请，利息补贴是上大的利头，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找财源，互政策行落去。记者陈雅文调随采访报道。民众因为防疫关系，真侪时间拢踮伫厝里种一寡花草做伎俩，有一寡是通看水的，甚至会当食的菜色烹料，种起来也有无同款的美感。即阵啊，因为防疫，民众长时间踮伫厝内，亲手种花草嘛，真做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尤其是会当修行的菜色、香料类，真受欢迎。最近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辛香料啊、辣椒啦、九层塔、香菜啦，或者一些葱。那尤其是最近香菜其实很贵，所以大家就是香菜最近超级受欢迎的。疫情除了影响民众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嘛出现变化，方便煮食的冷冻食品、加工品的需求增加。营养师提醒，爱搭配菜色果子。咱应该爱食较济是天然的物件啦吼，像蔬果吼。为什么讲拢讲这物件？因为天然的物件呢，伊本身的卡路里嘛无遐尼悬啦。同款鼓励哦吼，咱一定新鲜的青菜、水果吼，一定爱食。啊，咱一寡丰富的肉类，还是讲迄个蛋白质较悬的物件嘛，就爱食。林家清嘛表示，一日至少爱食2碗菜色，掺1碗果子的量，营养才会较匀。甜的甜的、高热量的食物嘛爱控制，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才有健康的身体。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用母语拍电影展现多元的议题。公司台基台去年有举办第1届微电影的甄选活动，要到200件作品来参赛。第2届比赛也特别开始咯，这回有增加台基特优奖和演员奖，希望大家继续用母语写出精彩故事。暗国家走白路，随你食，随你暖。侪侪人做囡仔上介意耍的暗国家，原来大汉以后，日思夜梦要走找，其实就是家己。这是公司台基台去年第1届微电影3分钟短片评选活动专业组首奖的作品。拍开心内的目睭，看到天头的感动。拍
打开心内目睭，用耳仔斟酌甲听。公司台记台今年第2届微电影活动，无分专业或者是一般组，特别增加台语特优奖甲个人表现奖，比赛影片共款3分钟，首奖奖金20万。愈短短片会当互人发现，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台语台希望台语人会当来创作台语的微电影，会较侪人来看到少年人的才华。毋若要鼓励创作，也培养台语人才。这届评审团的阵容也不哩大，包括电视剧《火神的目屎》制作人唐成营、电影无声剪接师苏培琪、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也阁有着过济电影奖的鄭文彤导演，甲电影《当查甫戀愛時》的導演。咱拢爱用心去感受你的生活，那这样创作出来的东西就是上真上水的。会当较自在去用这个家己生活的语言吼，我感觉这是对创作非常重要的代志。8月7日开始定选，欢迎大人囡仔斗阵美一个，用台语拍出好故事。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